你干嘛呀你？什么我干嘛呀？还卡牛，你看不出来？没感觉。哎，哎呦，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都不小心呢。就是可能碰到了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什么我干嘛呀？还卡牛，你看不出来？没感觉啊？不是，你谁呀？我谁？我是她男朋友，我是她老公了，怎么着？哎，这是我朋友，你赶紧进去忙吧。干嘛那么凶啊？我刚才手不小心划到了。没事吧？没什么大事儿。不是这种人，你不能不防。你这刚来上班，这日后保不齐干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儿呢。是我承认，这刚才我态度不太好，有点鲁莽，但这不也是因为我心里边紧张你啊？还有，一会儿我去接依恋，你不用太着急。别生气啊！平时我和依然回家要坐476路车，到祁连山路下车，中间一共要经过7站。记那么清楚啊？我们依恋真聪明。我要喝水。喝水啊？好啊。你要喝什么？我要喝橙汁。橙汁，好的。OK。橙汁，来吧。哎，慢点喝啊，凉。OK。小雨帅哥啊，我听天乐说你以后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吗？是啊。哎，哥哥问你啊，以后让我来照顾你跟依然，你觉得好不好？不过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不需要人照顾，可是依然需要。你能答应我要好好对他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们拉钩。来，盖个章。那我长大以后会好好报答你的。好的。我要夹娃娃。就夹娃娃。好，我来夹娃娃。依然原来带我来夹过，可从来没夹中过。我已经喜欢里面的娃娃很久了。但是哥哥这儿只有2个币，谁先来啊？我先来。你先来，好，给它放里边啊。咱们开始。咦，好了吗？你说呢？看看，1、5，还剩1枚，咱们2个配合着来啊。来，你看着点，看我对没对齐，咱们给它抓上来啊。带回家要哪个？说。我要那个紫色的小熊。紫色的小熊啊。OK。对没对齐？再过来一点点。过来一点点。前面一点点。OK。好，就它了。好。来吧。你抓起来的。慢点，啊！来，耶！来，亲一下，亲我一下，奖励我一下。走了，回家了，咱们晚上抱着小熊睡。谁？耶！走了。哎，大哥，你要是不喜欢这款设计啊，我们里边还有一台完美标准型，那个既高端又稳重，特别符合您的身份，而且那还带减震的，是吧？要不然我进去拿给您看看。接个电话啊。哎。喂，我在外边呢。哎呀，你这事儿我还真帮不了你。没错，我认识的人是多，可你要找的这个钻石设计师，现在靠谱的特少。哎，我建议你还是赶紧去买张飞机票，去比利时碰碰运气吧。啊，那就这样，挂了啊。你继续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听您打电话，
您是要找这钻石设计师是吗？嗯，哎，你是？我肯定不是。我一朋友是在英国呀学这珠宝设计的，专攻钻石设计。您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您引荐，人特别好，特别靠谱。你看，这是少宇帅哥给我夹的。行了，回家吧。嗯。又依然，真温馨，真甜蜜，羡慕死我们了。你以后别到这儿来找我了，经理知道了会说我的。他为什么说你啊？他自己没有老婆孩子啊？啊，再说我又没有影响你的工作。你怎么来了？工作？什么？工作？在这儿工作？对。开什么玩笑啊！现在是我上班时间啊，别给我捣乱，快回去。我呢，已经顺利地通过了人事部的面试，这个是工作证，这个是跟你一样的工作服。以后呢，我们就是同事，合作愉快。不是，哎。渴了吧？还好。酸梅汁儿，买给你的，消暑。以后别买这么贵的。只有贵的东西才衬你嘛。这么大的工作量，你能受得了吗？工作量很大吗？以我的体力，我觉得富富有余吧。而且只要在你身边工作，我就觉得幸福、兴奋，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不要逞强，身体是自己的，别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，傻不傻呀你？我多干点，你就少干点吧。你现在在超市当搬运工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哼！你谭少宇搬运工，这个太诡异了吧？你是个少爷呀！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，自食其力。你看他现在多高兴啊！他这一天笑的次数比我这些年人他笑的次数都多，是不是爷？这才刚开始，以后工作强度那么大，能坚持多久还说不定呢。这以前肯定是有些方面我做的不够好，不过人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嘛。我现在已经知道生活的不易了，不过我觉得吧，钱其实没那么重要，这够花就行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什么叫够花呢？拿一个普通白领1个月的薪水买一个领带够花吗？那都是以前了，以前美兰妮。我现在已经努力的适应这种生活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而且你要看到我的改变，我现在去超市都用你说那叫什么券那是？代金券。对。不过还真是啊，你们看家里的卫生全是少宇一个人包了，还有我那个刚洗的那个窗帘，他硬是要帮忙，折腾2小时，当然最后弄反了呀。不过你的进步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哎，对了啊，你先记得啊，跟依然呢在一个地方上班了，有什么脏活累活赶紧抢过来，有点眼力劲儿，别让他受了委屈。啊，那肯定的呀，以后我肯定是事无巨细的把依然照顾得特别好。我这也这么多年没当护花使者了，这突然一重新上岗吧，我还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感觉。行了，快吃饭吧，我做了这么多菜，你都不尝尝啊？来，对，但是你吃饭再说，吃饭，对，来吃个虾。
你下来干嘛呀？这不是吃饱了撑的，没事干下来溜达溜达吗？再说了，在上头当电灯泡啊，多尴尬呀！这不下来找你来了吗？觉得他们俩现在挺好的，一起上下班，看着这隔阂，过段时间也就过去了。毕竟双方都爱着对方，爱是骗不了人的。没错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，咱俩现在的关系特别奇特，就跟为人父母似的，每天呀就围着俩孩子转。他们俩吵架有矛盾有隔阂什么的，又牵动咱们的心啊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，就跟那个你是爸我是妈似的。你是妈我是爸似的。什么呀？谁跟你爸妈呀？弄着。我就打一比方，就让你提前先适应适应。哎，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是少宇他妈。你说上次他妈来了哈，我觉得这事儿还没完，搞不好后面做出什么后续动作来。想多了吧？我认为少宇的妈妈没那么复杂，说不定过段时间也被他们俩给感动了，主动接受依然呢。但有一点我弄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老觉得依然是为了少宇的钱呢？这到他们那年纪吧，我觉得感情这事儿不是用爱不爱来衡量的。反正这里面扯的应该挺多事儿的。反正我是不会因为现实原因抛弃爱情的，这跟我有没有钱没有关系啊。而且我认为，会抛弃爱情的女孩还是少数。反正希望少宇的妈妈能早点明白依然。但愿吧。哎，咱俩别跟那儿说这么沉重的话题了。那个，哎，你最近老给自己关在屋里头不出去，干嘛呢？设计图纸啊，满脑子都是钻石，生怕弄不好了，给你丢人呢。怎么会给我丢人呢？那是因为你能力好，人家才用你呢。别老想着我啊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我是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看见你的小宇宙啊，在一个适合的场合一下迸发出来。等到真有你小宇宙迸发出来那一天的时候，你记得谢谢我啊。怎么谢啊？以身相许呗。哎，我开个玩笑，你那么使劲打我干嘛呀？